第二層思考就係你會抽絲剝繭嘅，將呢嚿嘢，即係你會諗啊 GDP 條 formula 係啲咩啦，裡面有啲咩元素啦，即係唔係淨係 GDP 㗎？你睇浪翻嗰啲都係㗎嘛，就業市場嗰啲都係㗎嘛，其實佢有10幾個 sector 㗎嘛裡面，咁你每個 breakdown 去睇㗎嘛要，咁你先至睇到一啲領先啲同埋滯後啲嘅指標㗎嘛，咁呢個就係第二層思考。咁所以咧第一層思考咧就係你本身對嗰樣嘢有一個表面嘅認知、表面嘅經驗，你就只能夠第一層思考嘅嘢，因為你冇足夠嘅知識去判斷嗰樣嘢啱定錯㗎嘛。即係你唔係經濟學家嘛，或者你冇讀過經濟啊嘛，咁我鬼知 GDP 點睇咩？即係平時啲官方數據出嚟嘅時候都一粒數俾你嘅啫嘛。咁你再攞落去一啲即係本身做經濟分析嘅網站，你可以睇到啲 breakdown 啦。咁然後咁你睇到啲 breakdown 都冇用㗎，咁你都唔冇第二層思考，因為你冇個深層嘅認知啊嘛，即係你冇個思考量啊嘛。咁所以咧個重點我哋要知道，當你面對一件事物嘅時候，你冇第二個層次嘅思考咧，你一定要問自己個問題嘅。嗱呢樣嘢對你嚟講重唔重要先？